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， 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集同大家介紹一個位於西沙嘅新樓盤，C Air Y C， 實用面積係800零尺嘅3房1套單位。廚廁部分會 keep 翻原有嘅設計，唔改動㗎啦。而其他空間就用咗意式風情嘅元素。依家我哋一齊嚟睇下點樣設計啦。一入到屋就即刻可以感受到濃厚嘅意式風情格調，全屋採用咗泥中式嘅維新板，打造一體化嘅裝飾效果。黑木色配合黑雲石材質，展現輕奢質感。整體色調沉穩，但唔沉重，透露出屋主對生活品味嘅講究。高身儲物櫃連貫玄關同埋客飯廳嘅位置，巧妙融入留空嘅區域，同埋加埋玻璃櫃嘅元素，減輕視覺嘅負擔，同時展現出空間層次嘅美感。LED 滲光設計有助提升整體光感，為空間注入層次。而地磚就選用咗淺色調，可以平衡深色嘅元素，進一步提升空間嘅舒適度。梳化特色背牆巧妙加入咗條子元素同黑雲石飾面，帶出視覺焦點。電視嵌入嘅設計同櫃體表面齊平，地櫃就配合咗水霧壁爐，展現出摩登嘅美感。書房採用咗 U 型嘅家私佈局，左右兩側分別設置咗空格櫃同埋玻璃展示櫃，兼顧咗收納同埋陳列嘅功能。中間係一張書台，形成咗一個獨立嘅工作區域，無論係讀書仲係辦公都好舒適。細房延續咗泥中式嘅主調，配搭白色，展現另一番感覺。房間功能齊全，設有書台連埋吊櫃，充分利用睡房空間。衣櫃容量都好充足，可以滿足戶主嘅日常所需。主人房色調呼應翻客飯廳嘅設計，以泥中式配搭黑木色。床頭上方設置咗有特色牆，用簡約嘅線條設計嚟增加精緻度。滲光床頭板加入咗黑鋼嘅元素，去凸顯型格感，為主人房空間注入咗個性嘅格調。儲物室空間有限，以開放式嘅層板取代傳統嘅櫃體，層板嘅高度可以調，方便擺放唔同尺寸嘅物品，提升空間靈活度。今集就介紹嚟呢度，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呢個設計呢？如果有任何嘅問題或者建議，歡迎留言俾我。最後記得訂閱、share 同 like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